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12到22节，历代志下卷第9章29到31节，马可福音第6章35到44节。今天的经文所要分享的主题是给众人的救恩。根据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7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赐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就是说救恩是给众人的。另外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另外一个角度，耶稣基督他喂养了5000人吃饱的神迹，也在另外一处的记载，在马太福音15章32到39节的经文里面，类似的场景记载了耶稣基督喂养了4000人吃饱的神迹。这两则的记载告诉我们不同的救恩的对象，也结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知道这救恩是赐给所有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喂养5000人吃饱的记载里面，当大家都吃饱之后，收集所剩余的食物，共有12篓。马太福音的记载，喂养4000人吃饱所剩下的食物，收集之后共有7篓。那在12呢？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全部的12支族，12的支族就代表这个全部的以色列人。那7呢，代表着当时候的外邦7个国家，意思是说代表着以色列人之外全部的外邦人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呢，是要赐给所有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外邦人，所以不是只有给所谓的选民或是基督徒而已。那一切相信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圣经说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问题是在相信这个关键字。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的了解圣经的要求，相信这个的意思。许多人喜欢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所说的，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了解，可是仍然没有说明心里相信的相信是怎么一回事，或是说应该要如何做。根据保罗继续的教导，在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到第2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爱来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要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我们也接着来看雅各书第2章14节跟17到20节。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的意思，就是说要活出那个见证。雅各书也非常清楚说到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们吗？
我们也回到那个约翰福音第3章去做连结，因为我们在看到17节，这样信心若是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个非常清楚的，就是雅各书非常强调信心跟行为的搭配，一体两面。因为我们从旧约2处的经文来看，上帝交代摩西的接棒人约书亚，他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这是约书亚记第1章第6节到第9节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就是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要谨守遵行仆人摩西所制定的一切的律法。所以要实践的出来，要行的出来。另外我们看到上帝吩咐接任大卫的所罗门王，上帝透过大卫跟他讲说：“我儿啊，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就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你当谨慎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，做圣所。你当刚强去行。”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信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实践信仰的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。所以就是说，领受救恩的人们，就是这一些愿意遵守上帝诫命并且付出行动的人。这样的情形与耶稣基督在喂养5000人吃饱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如果再把场景拉回来，在5000人吃饱的神迹里面，这个神迹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助导，他所施行的神迹。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起于一位愿意奉献的小孩子。这个愿意奉献的小孩子，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信仰的实践。也因为门徒听了耶稣基督的话，他顺服的服侍，更因为所有的人遵守配合耶稣基督的交代，门徒的执行，非常有次序的排队等候，慢慢的领受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就是要给众人的。